田园绿色社区环保计划了解一下。的物理就是在那个江滨公园那边在。人家刚刚是用普通话跟你讲，你才用方言回人家，瞧不起外地人吗？物理啊，那湖州咪應該講湖州啊。 你来啦！我吃到了，没事。哎，我们刚刚说在叫阿龙的外卖，對，吃阿龍。我想最想食幾串啊？最冇幾串。20串啦，咁多。最冇食啊？掌中寶。對，掌中寶。吃啊。好。可以。唉，真的好尷尬，每次他們講粵語我都聽不懂，也不知道怎麼插話。 喂，點咗青菜啦，全部係肉。我食娃菜。走啊！我叫你走啊！喂，你見唔見肚餓啊？我落個麵俾你食啊！喂，你見唔見肚餓啊？我落個麵俾你食啊！你睇唔睇我？想唔想我三十五度每日食。哎，这里有好多介绍方言的书籍啊，这里有介绍粤语的。 哇，好详细啊！不知道有没有介绍吴语的呢？好像没有哎。 老乡，哎，你好 ，Hello。哇，突然間好想食腸粉啊！腸粉？咩腸粉啊？就係腸粉咯。啊，我知啊，喺貢德嗰邊咧有一間腸粉，有20隻生蠔㗎，超20隻生蠔啫，唔係嘛？哇！喂，想食啊？星期六啊？好啊，去啊，好啊，係咯，租台車咪一齊。租台車好啊，好耐未出嚟過啦。咁個時間係咯。 小杨，记得我给你带了好东西哦。真的？我记得这椒桃片是你高中的时候特别喜欢吃。哎，真的。多謝你啦。哦，沒有，我是用粵語說謝謝。最近在學粵語嗎？對啊，我室友他們教我，他們都是那個廣東人嘛，就一個廣州的，一個肇慶的，一個佛山的。 所以就平時大家都講粵語啊，我也就跟着學着點啦。那你感覺現在手上的那些電影一樣好？那麼誇張啊！但是能講就多講一點唄。騷擾電話。哦，想起來了，對，你剛剛這首歌真的是我最近最喜歡的一首歌，它是陳奕迅唱的啊。陳奕迅真的是我最近最喜歡的歌手。 我覺得他唱的好多粵語歌都好好聽啊，就比如說像單車啊、紅玫瑰啊、富士山下啊，哇，我真的覺得哇特別好聽。哎，我給你唱幾句單車吧。你玩沒玩？哎，我以為家鄉話會給你帶來一種歸屬感，你好像不是這樣子的。從剛才一開始就一講粵語的事情，講粵語歌啊什麼這種，你知不知道你這樣真的很煩啊？
可是我现在人是在广东啊，我周围的人都是在讲粤语啊，我讲粤语怎么了？而且我觉得粤语很好听啊，我很喜欢啊。难道我要讲没人听得懂的湖州话吗？没有人听得懂。看你在家里面，你爸爸妈妈都是在说湖州话的，然后你在说粤语有那么多好听的东西，湖语也有啊，湖语的歌曲难道就不好听吗？我觉得你真的连本都忘记了。那我就讲个粤语，怎么就忘本了？你也太小题大做真的了吧？不是吗？我到现在，我想跟你说吴语，你却只跟我说粤语或者跟我说普通话，我觉得你觉得你真不配做一个湖州人。哦，我不知道你在发什么神经，我真懒得跟你说了。去找老大哥了，下次再见。仗义不急，弄得人家不卡哦。你到底做错点啥？人家不想讲呢，你就非要强迫人家讲。你个人呢，哪还介顶背心呢？湖南的一年呢，确实是继承了高海南，而且湖南对高海南的音调保留的比较好，而一年呢对这个音保证的比较好。但是为所谓的产生这个情况呢？其背后的一个原因呢是多方面虚写语言本身。一年期呢只有一个标准，就像广句闲话。而无人区呢，虽然讲上海话是一种对标，但是其没形成一种标准。由于呢，就是历史自然的政治方面的原因，历史了江浙沪三个省份和中央联系的比较多，而广句有了这个账户，又因为香港政府的支持，这个语言呢相当的强势，而且广东人对一年这种热情远远超过湖南区的人。湖南地区因为退普运动就推广普通闲话啦，搿影响特别大，搿导致的一年能够保留下来，而湖南呢没少人讲。